Jauh-jauh tu sa kajaman-jaman na makaitina na sulibat. Saka tutsua kajaman-jaman na ureja sepuin kaino semas imazai tua Yeremia sulatan. Imazai tua sepacapuru katu aro akayan imazai tua ita karam patu sepacapuru katu pitu karam.耶利米书48章1节到47节。摩押的毁灭。关于摩押，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主这样说：尼坡遭殃了，荒废了；基列亭受辱，被占领了；他的要塞被拆毁，居民蒙受羞辱。摩押的光辉消逝了，敌人占领了希实本，筹谋消灭摩押。马德棉将被压制，哑口无言，他的居民将被刀剑追赶。何罗念的居民大声哀叫，荒凉了，毁灭了，摩押毁灭了。孩童号哭的声音传到首尔，上鲁西去的坡上，听见他们呜咽哭泣；下何罗念的途中，听到他们痛苦呻吟。他们喊：逃啊，快逃命啊！向旷野的野驴奔逃吧！摩押啊，你曾依靠自己的军力财力，现在你自己也要被征服。你的神明基摩将流亡，他的祭司官员也将一起被俘。所有的城镇都要毁灭，一个也不存留。山谷将被蹂躏，平原受践踏。我上主这样宣布了，要给摩押树立木牌，他不久将被毁灭，他的城镇将成为废墟，再也没有人居住。不专心做上主工作的人该受咒诅，不挥动刀剑杀敌的人该受诅咒。摩押的城镇被毁灭。上主说，自从开国以来，摩押始终安逸无忧，未被人掳掠过。摩押像酒已经封在酒瓶里，不再倒来倒去，长久保留，相存，原味不变。乔巴时候讲到，我要差人把摩押倒掉，像倒酒一样，他们要把酒瓶倒空，摔破酒瓶。摩押人将对他们的神明基摩失掉信心，像以色列人对他们所依靠的神明贝特利失掉信心一样。摩押人啊，为什么自称为英雄？为什么自称为善战的勇士？摩押和他的城镇都荒废了，他最精锐的少壮部队被消灭了。我是君王，我的名是耶和华万军的统帅，我这样宣布了。摩押的终局逼近了，不久要荒废了。摩押的邻国啊，听见过他声望的民族啊，你们要哀悼说，专横的霸权崩溃了，他的威力光荣看不见了。住在底本的人啊，从你们光荣的位上下来，坐在灰尘上吧。摩押的毁灭者已经到了，他已经摧毁摩押的要塞了。亚罗尔的居民啊，站在路旁观望，问问那些逃难的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要回答：摩押蒙羞沦陷了，为他哀嚎哭泣吧。你们要在雅嫩河岸宣布摩押灭亡了。审判临到了平原各城镇，就是何伦、雅杂、米法亚、底本、尼波、伯底比拉、太因、基列提、伯加卫、伯阿米恩、加略、波斯拉。审判临到了摩押远近的各城镇，摩押的武力被粉碎，霸权被摧毁了。我上主这样宣布了。
摩押受凌辱。上主说：你们要使摩押喝醉，因为他知道背叛了我。摩押要在自己吐出来的东西里打滚，要被人嘲笑。摩押啊，你记不记得你曾经嘲笑以色列人？每逢提起他们，你就摇头，把他们当作抓到的强盗。摩押人啊，你们要逃出城镇，去住在山岩里，像鸽子在峡谷中筑巢吧。摩押非常傲慢，我听说过他们多么骄傲、狂妄自大，自以为了不起。我上主知道他们的骄傲，其实他们所夸耀的都是希望，所做的事都没有根。所以我要为所有的摩押人、吉尔、哈列舍人悲泣，我为西比玛人哀哭，要比为亚细人哀哭的更凄惨。西比玛城啊，你像一棵葡萄树，枝子伸过死海，蔓延到亚谢。但是毁灭者摧毁了你夏季的果子和你的葡萄。摩押肥沃的土地不再有欢乐的声音，我使榨酒池不再流出美酒，那里不再有人榨酒欢呼了。希实本人和以利亚利人在哀号，他们的哭声传到雅杂，所有人听得到。连和罗涅人和伊基拉斯利斯亚人也都听得见，因为连林林的溪水都干枯了。我要制止摩押人在丘坛上献烧化祭，不让他们向自己的神明烧香。我上主这样宣布了。我的心替摩押人和吉尔哈列舍人悲伤，好像人用笛子吹挽歌，因为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完了。他们都剃光头发，剪掉胡须，他们割伤了自己的手，穿上麻衣。摩押境内所有屋子的屋顶和广场上尽是哀动的声音，因为我击碎摩押，好像摔碎了没有人要的瓶子。放声大哭吧，摩押被粉碎了，摩押受羞辱了，摩押荒废了，周围的国家都嘲笑他。我上主这样宣布了，摩押无路可逃。上主说，将有一个国家像老鹰展开翅膀，猝然冲下来攻击摩押，占领他的城镇和要塞。那时摩押的战士将像阵痛的产妇一样惊慌。摩押将被摧毁，不再成为国家，因为他自大背叛了我。恐怖陷阱圈套在等待摩押人，我上主这样宣布了。想逃脱恐怖的要跌进陷阱，爬出陷阱的要上了圈套，因为上主已经定下惩罚摩押的时日。精疲力尽的难民想逃到西什本求保护，但是西宏王统治过的这城已成灰烬，火焰烧尽了摩押人的防线和堡垒。摩押人遭殃了，拜基摩神明的人晚了，他们的子女也都被掳走了。但将有一天，上主要让摩押人重整家园。有关上主对摩押的审判到此为止。哀求开暖什么？Satu cu asinan apuru kai made tuadu sapuru katuri makaran， 摩押的武力被粉碎，霸权被摧毁了。我上主这样宣布了。耶利米书48章25节。Tucu akadaman asini pupatarvan， 勿以恶欺善。Maya masizwa toa nakuyan文差lumkuya toa nangwangwa草草penasdan草草。一个衣食无缺，家庭温暖，要什么有什么，而且备受宠爱的孩子，照理说应该心满意足，人际关系和睦才对，但现实中却不见得如此。近几年，台湾发生许多社会案件，有些作奸犯科，
嚣张闯祸的竟是富二代。显然，生活富裕的人不见得有好品格。拥有能力的人若不善用能力，更可能带来伤害。摩押像极了爱炫富与霸凌他人的富二代。先知耶利米在论列国审判时点名了摩押，细数他的罪状。这个国家陶醉于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国际上耀武扬威。先知形容他享受安逸，如尘封不动的老酒，越陈越香。然而摩押却因过度沉浸在骄傲、狂妄自大、自以为了不起，而被上帝点名。先知指出，当摩押受审判时，那封装的老酒将如水一样被倒掉，而盛装的酒瓶则全被摔破，一点价值也没有了。过去对外自称英雄、骁勇善战的勇士，如今都将如风消散。原本气势凌人，对人颳指气使，变成唉声惨叫。曾经自以为的狂妄傲慢，如今无地自容。原来人所夸口的，在上帝眼中都将变成虚空。先知传递上帝的讯息，我上主知道他们的骄傲，其实他们所夸耀的都是虚妄，所做的事都没有根。耶利米书48章30节。当人丰富时，若只知陶醉在自我满足，忘情于各式享乐，沉湎于奉承，只会利用本身优势霸凌弱者，却未能善用资源济贫扶弱，与人分享，最后都将如糠子被风吹散，被上帝定罪。教会陪读班的一位孩子，因为在学校遇到一些烦恼的事，跟同学吐露了心情。没想到同学听了，非但没有给予安慰，反而在班级的群组留下这样的信息：可怜伊娜，祝你还没有转学就死，想自杀去啊，没人拦你，不要装可怜。某天家长无意中看到这个群组的对话，大为震惊。才5年级的孩子在学校被霸凌，竟还遭受同级如此恶待。后来家长进一步探查，更发现在学校被霸凌的孩子在日记里留下一段痛苦的自我对话，这让家长非常担心，于是找学校和教会寻求协助，希望能让孩子在健康安全的环境中长大。许多孩子在校园内或网络上有不当的行为和言语对他人伴侣，自以为只是好玩或情绪宣泄，却让遭霸凌的人受到极大伤害。对于霸凌行为，教育单位除了要严厉惩处办法，也应设法解决霸凌的背后因素，才能避免孩子铸下更大错误，导致无法挽回的局面。醒来呀，督促该点慢勿以恶驱善。萨督促阿西尼巴给你们呢？若我遇到霸凌事件或自己被霸凌时，我会如何回应？醒来呀，督促该点慢奥利加给个瑞纳给你们呢？来进那个马路给你们呢？爱跟那巴什马拉改努力。疼爱我的天父上帝，你要我学习善待他人，并谦卑地服侍他人。求你帮助我在看见以恶欺善、以强凌弱的事情发生时，能够有智慧排解，并赐我勇气伸张正义，为弱者出击，而不是保持沉默、放纵作恶的人。奉我主公义之名祷告，阿们。Mali tu soa kadam-daman nama kajina misila sila akila rai apasung tamana sini pada jeka tu soa kadam-daman masaroken nuta kinara layanga aicho dasinupu dara kemalantin to
sinanamaya tutsoka jaman-jaman tuamana sini papupi surutan utim latinana masijwa tua pajaja kata no takama cemas latinana matsaua kituru tayau tua pasal lengwa demungwa tua marka na parut ana dia amarka aca laididi amarka ca kinelangan amarka ca wutek lana make nama sijwa tua ca pinu saradan sakana make ca majuana pupi suri tayau aicha 17 tua na kuya cao na meotan ca turuan ca maju na kuya mata zoa tua pasarapai tua timai manga nuna mata zoa manarui nama kaya tina na masijwa tua pinapupitsuran no ta kama cemas masijwa tua mana ta kinuturan ori nama kaya tina papa mama tua makati mai manga sanu sebung tua sisrapai markaca laiditi markaca kinilangan markaca butek laca sika inuri ca maju laca pusarajin ca maju sakana makai ca maju na semaliva tua kasizwan tua ni nakuyan no markat zuma markat sau latinana mipitsuri tayau na makai na pasusu tamana sini turun no takama tu soka jaman sakama mali cuaca sinupuan cuaca kinala royam latinana pasusu sakamaya amina pasusu tamana sin pada dekat no takama cemas manarui zoa kasizwan tamana ta kini turuan tua kini relayan tamana kainu ada kama cemas ayakana pasemarau dan tina mapolat sakama mali parma kanu ingkana malungwa aku sinupuan kusini pasemarawan lamunana pazekatanga sano muma la kilaroi tamana sini pada zekat tu ka jaman sakama mali latinana suliva tu soja kini adawan taja pingan